你今嘛所想看的是韩国的，好阿妈甲爸，对。好了，我来解释一下吼。韩国的福阿美嘅发不是阿妈嘅发，阿妈是什么你知道吗？阿布啊，阿布。今夜你讲一片烟，一片烟。 相遇往事怎样谈判，情有一年。明夜何苦晚浪谈，也相信夜郎。 匆匆共不凡，共不凡。咱一日子出乡关，何必添麻烦？是你年轻已远大。 恐破莫彩港。客语真的是我全世界最困难的语言之一呢。可是我觉得客语还蛮有学问，比如说应景、安讲啊，谁会按讲？看起来谁会按讲？我讲漂亮的意思。那个应景是一个精神，对不对？客家人实际上比较保守啊，对很多事情，就是要传统的事情比较坚持。我说过去啊，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了啦，脖子都很软，不硬的，膝盖不要软就好。有我看到玉哥，你嘛算传奇啊！有我知影玉哥一开始是开伊的 demo， 对啊，新歌。原本的意思是讲，看森哥用不用得到他的词曲创作。对，没想到森哥我要来这种年了。啊，森哥就以做会走这个新宝岛康乐队。新宝岛康乐队，我几乎大家我了唱。新宝岛康乐队对于台湾是算最有意义的一件，因为因的歌吼，会甲原本对客语歌无啥熟悉的啦，经由这个歌曲而去了解这个。其实刚开始我在做客家音乐，事实上就像你刚才讲，我真的不想唱，我只是想要写，我爱瞎瓜，我爱这种年了。西北高把我推到萨嘎布台顶，我也偷下。对啊，因为我很怕生，我每次上台我都会很紧张。他在你跟陈升两个人再怎么样都会紧张，因为陈升是大哥啊，他就大神经，对，他大哥大神经。肖郎，像哎呀，就一开始就是做这些音乐之后呢，就是想说啊，我就是看哪一个公司快点 ready 不，你要不要？啊，没想到陈升要啊，对，然后觉得不错，那就这样合作了。流浪西海，各次烟，各次烟。莫比爱情来较难，大病怎有样？我第一次看到玉哥在录音的时候，他几乎都 one take。咱这个合作，我都无敢收嘞，都做味的啊。editor 无收，拢无啦。我拢无。你要是跟我修的，我避免了，我跟你讲哦。我大家我你有唱啊？有啦有唱，啊你我拢无唱，袂使唱，唱迄片造诣，味道就跑掉了。啊那就丢了。我们来聊一下无言，这条歌。某言这首歌。我们是因为咱去北美巡回的时候，大家听玉哥唱。呀，那个呀要看较长的呢，自由拍呢。这个旋律也很洗脑。那不是我写的哦。我早去研究这个作者，你知道？阳光合唱团。阳光。对，我甚至老师。我今嘛个会去听伊的音乐，很厉害嘞，很现代。
这个歌是以下的曲，啊个吕金锁，女歌手伊嘛写台语哦。多啥？吕金锁啊，旧皮箱流浪啊，古皮箱流浪，啊个迄个啦。咱若是过来，迄嘛是伊写。最美丽。啊个台东人。是吗？台东人，台东人这条。吕金锁。八上街。哒哒哒的，嘿，以下呀。对，迄是吕金锁写。所以歌谣叫重要，因为歌谣我种传唱母语，也就对。公不凡，公不凡。像阮理想阮无呢，不错哦，无言的出国诶，迄卖给下咧，好啦，卖人创诶。我听讲咧，即摆拄我唱迄条歌，词曲作者主唱是像，是吗？啊，有讲一句咧，像球诶。答案下列留言来对，那我们抽奖会抽出5个奖者。是你哦。空破莫彩岗。